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好，今日阿群妹吼，我同大家来分享福喜来咧吼。阿群妹轻中意物嘅东西，轻中意就系爱食碰糖啊。昨晚跟我安尼讲咯，因为你看热天呛呛的就会到了，啊，个热天的时间，大家就会想要食到嘅饮料啊。假使讲嘅今日是碰糖水，系唔系一种当空气嘅饮料啊？故所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对祖辈、新祖辈来嘅碰糖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德興蜂蜜園的你裘妹子分享裘妹子。大家好，什麼大家？分享裘妹子今日同大家來上嘅雅虎卡嘅碰糖哦。好，那我一位來賓係你彭班長分享彭班長。主持人好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個德興中碰廠嘅個主任潘仁龍先生哈。我食別人相碰啦哈。哦，嗰首今日今日我哋碰糖啦哈，向大家介紹下。當番人兩公婆今日嚟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雅虎卡嘅碰糖哦。唔過先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因為睇下就其實學碰嘅係一件當辛苦嘅事情，熟悉下的碰糖咪係當辛苦嘅事情。先問一下，你彭班長吼，你一開始有冇想到講愛來做呀碰糖嘢，係同屋卡有關係也係樣嘅？係我爸爸吼，佢就我小學吼時間吼，佢是大家學碰嘅啦。哦，爸爸就啲嘅學碰。係，家就因大家老飼養蜜蜂，啊，其實大家那一項嚟學咁樣吼。啱開始看起來學嘅時，大家國中畢業嘅時吼，省中差20分冇考到沒哈，是說考要補習啦哈，後來就是重考就是了，重考，後來3月4月龍眼花開啦，我爸就說其實係咪講填收啦，而家故鄉嘅家係共產嘅收通啊，我爸吼，其實講係咪填收，啊填收家人嘅轉來是上係冇買一坨樹吼，上來家下外銷蜂乳全盒，家下外銷日本，家1公斤3000多塊啊！哇，這樣是差唔多係民國幾多年的時間？民國61年，哦，民國61年。我是各種病呀，家下是蜂乳1公斤3000塊，哇，幾多好價錢哦！差36、4年的時候就漲到7000塊1公斤台幣，外銷日本，那還是批發價哦。該日本買了，差不多台灣錢至少1萬人口。所以這樣時就知道學碰買也得碰糖啊，碰黃連也得，可能會還有串頭就創誒，感覺係咪啲咪嚟做條路咪嗬？像我用一做條路啊，唔係難啦嗬。像我冇時嚟學碰咯嗬。係是想講，大家可以是高中畢業可以學碰嘅。就開始學碰一切都呀哈。係體驗是讀夜間部一樣啦。高中讀夜間部。一切都呀哈就啲嘅學碰學你啊，差唔多40。哇！有40啦，40年差唔多咯嗬。嗰陣人哋德興學碰從到呀哈已經有40年。按久嘅時間，經營到呀，40多年咯，嗬，40多年，民國61年畢業可以用。哇！我家爸爸40多年學嘅哈。哦，嗰陣假使講算爸爸算第一胎嘅話，加起來有60多年了。第一胎。哇！唔過從大家來講一下，因為其實到呀下，有等到某佢用新嘅方式，大家就會用來經營像呀蜂場啊，或者是農場啊，睇講人哋有咩有新嘅經營方式，錯冇？係跳過家是。該當到假碰糖咪吼，我哋碰糖是好冇效，後面我看到我袂當到休閒農場，我就想講，我哋要促進我們蜂蜜促銷的話，我是想講咧
往观光休闲这边来发展哈。那是种木扎花园哈，花园里面就种20种水果哦，给蜜蜂乘凉，呀，它避免蜜蜂的照射到那个阳光哈，蜂蜡会融化，然后我们就用水果吃，然后我们又养蜜蜂，然后人故說nhà到血盆嘅嘅蔬菜，唔單止有當到食物以外，還愛特別種到嘅太頭嘅果樹係冇？係哦，唔講我講愛本佢乘涼，乘涼給蜜蜂乘涼，這樣唔會熱到。它的蜂巢蜂蠟吼，它會溶脫，曬一條，直接曬一條嘅蜂蠟蜂巢吼會溶脫。那個蜂巢一般講幾度溫度差唔多，佢就會有一些嘅溶脫。像個7、8月加冬天吼，三生人會40度。加你個蜂巢那個碰，加一條係雜，加本一條雜吼，佢會加溶脫。哦，就會軟軟，會溶脫。蜂蠟。哦，原來係安尼。古時候也係嘅，血盆廠也係淺淺嘅油香，也種觀光休閒農場，順勢同大家來紹介也的蜜蜂的生態，對不對？係，嗰時候種到一地發展一地養蜂場吼，樹下咧，韓國一個蓋一個農舍哈，例如是陳設一些蜂蜜還有蜂產品的一些相關的東西，這樣的。古時候我同大家來紹介也就比如講，蜂嘅家嘅一生啊，也就生態嘅概念啊，啷個像土拉面也係也就自家去紹介。目前係我哋一個介紹哈，你係擴大營業的時間哈，是為搶人有得個想講，要不要擴大經營，會不會賺錢？這樣已經是走到臨門一腳這個地方了。想說要準備要那個哇，但是養蜂，因為它在野外哈，有時候會有蚊子啦。像我的小兒子，他會稍微怕蚊子。我本來要給他接哈，他現在是還在考慮哈，還在考慮的。不過也就係生態嘅一部分。古時候其實你看，像也旁邊種吼，按從事也生態，古時候相信嘅盆塘品質聽從咩當好。先同大家來紹介一下，亞烏卡嘅盆塘有按到哪條種類？盆塘吼，你水尾出盆塘的吼，個發心地圖，個水尾出個糖分的吼，蜂蜜的吼，是係個龍眼蜜和荔枝花哈。龍眼蜜牛眼花哈，佢差不多佔台灣差不多佔50%-60%。荔枝花佔20%。古時候其實像比如講熱天凍到花都會開啊。古時候牛眼同呀荔枝夾嘅花嘅花咩係相當多嘅。佢個花心吼，個花心咪就像露水咁吼，又個流出來吼，凍熱28度吼，28度以上佢咧個牛眼花就咪流咩。係個咸豐草吼，黑公夾吼，講黑我哋黑公夾，嗰種係其實係個26度以上吼，個係嗰種係油菜花吼，18度，18度要太陽光吼，日頭照到吼，佢就後邊流咩。哇！嗰時候旁邊種有凍到紫色咯。大種花嘅流咩嘅溫度不一樣，冇同樣。嗰時候亞烏卡有牛眼咩，還有這個是荔枝蜜，還有剛剛有講到夏公家、咸豐草蜜。還有一隻白千層啊，日本橡樹。還有白千層，日本橡樹樹就超嘅，哇！嗰時候你看嗬，按到種品種冇咁樣嘅盆塘哦，等下就愛來同大家來紹介。不過阿權冇眼有一個問題，台灣係一年四季都有規律的這個國家，你有春天係春天，熱天係熱天呐。嗰時候假使講係讀到像冷天嘅時節，比如講冷天嘅時節，大部分嘅花可能冇按開，就算可以嘅咩可能咩冇按到。佢假使講按樣嘅時節，因為眼地盆誒。它的主要的食物，其實的東西就會愛食花蜜啦。佢假使講寒天冇花蜜嘅時節，愛用加啥咯？到冷天嘅時節，我加差不多11月、12月加吼，就2月吼，所以加我為什麼上冷吼，個花什麼出名的？加我是用嗰種
砂汤吼，落水吼，落水按本强去洗吼，莫是用高汤掺水按叫去洗。哎，记五白菜母汤的时阵吼，啊记系讲该碰上地图个调地图就摸碰汤的时阵吼，其实会。慢慢空的些散热吼，其实会枵死遐。哦，古时其中唔得散热模式到也发咩也系同类。不过其实因为泰国人家就人家就买嘅咩啦，人家就买嘅普通，全部都当强调一件事情，就系爱水。古时假使讲像也混田的时间，爱本家就设糖水，按你出来嘅发咩，按用嘅来处理。哦，嗰是一般吼，你系讲。碰汤8顺吼，甲你是提起起，你就例如汤台吼，就强汤的汤台吼，提起起，啊你是收汤的些吼，该种的是可能你拿来含埋强本碰一些吼，啊系讲就你当便宜会人买吼，你佚佗会人因他讲啊了系提起起的吼，系就是落汤水的，啊就你要求绕 Q8%顺，啊你是专门买了在碰汤便宜，啊你个注册商标，会顾我哋商标啊，吼。我你这个该注册商标，该德兴啦吼，对，那个德兴又注册商标嘛，还有我们产销班的注册是风品啊。对，故说基本上来讲，假使讲蓝天的世界，出来嘅嘢咩係唔會來猜數。假使講要攞到一啲啲嘅方面，我會同消費者誠實咁去講出來。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好同歡喜，有請到德興血捧場嘅泰國太子，休息一下，等下還有其他嘅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學新竹竹北嘅德興血捧場，其他就帶來嘅當道捧場，還有相關嘅產品。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 Andy 嘅小妹子，還有彭班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要來問彭班長吼，因為像 Andy 捧嘅種類有當多種啊，係假使講一般大家愛血捧嘅做呀捧糖，大部分就係用哪一種捧嘅？你啊，目前吼咧世界血捧嘅吼，90%吼係用呢種意大利風種。意大利風種。佢主要係菜湯，它有好怪。哦，好怪。基本忠於這個它的巢，忠於巢嘅位置。溫音我卡蒂那一片。基本好唔除非是分封住不下了，像我們是分家哈，它才會飛一半走。如果要分家的時候，它的蜂王它就會，大肚子慢慢哈10天以後，它就會那個跟一直縮小，蜂王的肚子縮小，跟蜜蜂會碰個差唔多大。差唔多大些，該王台係講12月吼，12月出網嘅時候，該前2年吼，其實係大一班嚟碰個背水分封。哦，好神奇哦！分封啊，該新嘅碰網是把它攞來調地圖，係攞來調地圖，它要叫人嘅地圖是夠美，係冇夠美，該它碰網是來老處女嘅，就是更年期過了就不能是不會生蛋了，就這樣。古手其實像是這樣子的意大利風吼，其實一種算是非常有秩序、當怪嘅捧嘅種類嘅，差冇？係，佢係還有一種是該台灣嘅該鴨捧吼，其實稍微體型吼差不多係意大利風種嘅該8%吼，8%人台，好細點吼，佢好拍點好旺點吼，係好細隻，啊佢吼其實三星我哋碰上佢咪背落啊，係背落我哋來持續佢當咪做啫。嗰個牙碰嘅牙先黑個，其實差唔多可能來回就該當到發，其實背個片係大咧，其實唔同咧都碰上大。啊，意大利風種吼，其實
燃料才萎缩好，会转不开。所以10个血碰的9沙是血了种啊，意大利难风种。怪原来是安呢。我说今日节目当中就来细细来小解呀意大利风吼，带进来按到碰头，我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刚刚上一套没有同大家讲到，其实喺台湾同大量嘅贩卖就係呀牛年贩卖，韓國荔枝嘅販賣。嘅一開始就要來小解呀牛年咩，基本上沒有泡呀這個膨桶水，龍眼蜜的膨桶水，而本阿 Q 莫來是看呐，我先 P 看呐。哦，呀牛年蜜凍蟲呢？就像個食到牛丸罐嗰種。對，你一批到就懂清楚那個牛年的很特殊的味道。牛丸開發嗰些吼，該香味，韓國食到牛丸罐的個香味，好香哦！它非常可口，它是最佳的飲料。真的。真是我真想要吃啦。嘿，我停下來，尤其安尼有一些的冰冰，有一些的涼涼的，一天的時間也真嘅係非常好嘅飲料。韓國像這個龍眼真的是非常獨特的味道吼。冬天，吳寶春給他用這個做麵包，龍眼蜜麵包。對。他得到獎。而且啲呀，嚇，嗌啲顏色，嗌張色以後天天咯，啲最面嘅牛年嘅米絲，還會見出來。對不對？而且它唔會甜到，你後面會有些點卡卡的感覺，它是很順的，非常的可口，對，可口好喝這樣。唔單止做在做飲料，還做在拿來剛剛講做麵包沒做的。不過我有一個問題哦，你像呀牛年飯可能白鋪油，不過太量嘅可能唔係啲白鋪，跟人家就血盆嘅方式係攞佢帶到其他蔬菜來血盆嘅來菜盆桶，錯冇？係，那是普通嘅菜法，其實是個香方面就個牛荷包哈，荔枝飯哈，其實3月初是可以發的。3月初就開始來採荔枝花。3月初佢最提下意思是一個荷包米，佢會先開半年哈，韓國咧是牛丸哈，差不多3月20左右嘅太公山推那。連安群哦，連安群都會3月。3月20啊左右哈，該太公山啊，高雄太公山哈，還有個推南美個牛丸是不可以嘅，加上是荔枝飼料是不應該偏推南那邊的食，食好少人問中埔推崇南條方面咧，就有滿南埔8年嘅，佢哋後年嚟為所先8年嘅開，北埔有滿咧，中埔有8年嘅，到南埔就差一年。嗰時候其實從一下5年嘅時間，大部分泰國人都會喺那片來採咩採捧桶。到5月來採啲是北埔咧，北埔我哋桃竹苗咧。嗰時候對3月開始，對高雄南埔，天天嘅香港上到中埔，到一下5月咧就到北埔，也就部分來天天嘅按嚟來採咩，算是移動式的養蜂就差不多。但是北埔吼，佢牛丸荔枝好少，好少就差唔多可能10沙就2-3沙起個收，就看條件是冇去，因為從頭碰起嘅時，佢碰去3月就是見人會個湯，碰湯佢3月就是見白嘅湯，所以說本身嚟食湯嘅時，從頭碰起佢咪冇收，所以說北埔大啲冇收又少。嗰時候人家係食到呀牛年嘅捧桶，撒下來愛來食荔枝嘅捧桶哦，荔枝嘅捧桶人家吃到嘅泡起來嘅水看起來它活比較濁，對不對？係，佢好拍色，好拍色嘅用誒，好幫拍。係，韓國比較講像啊樹紅葉根，它也是荔枝花蜜。不過佢看起來它的結晶很多誒，嗌啲捧桶會結晶係因為它葡萄糖量的關係，韓國叫溫度嘅關係。跟住嘛個荔枝的貼片講呀貴乾嘅全部就結晶咯。該是液體哈，有那個叫做結晶的一個溫度，還有一個就是融化的溫度，物體固體都有。然後這個碰桶來講哈，
普通来讲，台啤都12度以下哈，台啤是90%的蜂蜜哈，大概12度以下，其实会结晶。不过，台湾它是有12度以下的低温，对不对？啊，那个龙眼花哈，龙眼花要8度哈。哦。其实好会结晶。所以荔枝花它结晶的温度稍微高一点点。还稍微高，还有含60公斤的，个水分热烧吼，就是在结结晶。水分热烧含过去个60度平方法哈，因为东西就平方法60度多少平方法哈，其实会好结晶。哦。用完来讲，像暗用嘅荔枝蜜，它结晶结的比较多。係唔係有特別的人會好中意啊？這種比較有結晶的蜜，是不是有部分的消費者喜歡這種？按地區都食啦，韓國塗麵包啦、果汁啦，習慣有3個喜歡荔枝蜜，有結晶的荔枝蜜，它有一點酸性，哦，真的有點酸性，像有人喜歡吃一點酸性的，像那個什麼醋啊哈，現在真的耶。有點酸性。荔枝跟葡萄吼，你披起來，你可以有一種比較像是花香的清香味。韓國吃到最面會知道，會不會有一些的神藥跟蜜烯會走出來？好像有加了那個什麼檸檬，可是其實沒有那麼酸，一點點酸酸的感覺。對。按你就係荔枝蜜的暗用嘅 T 色，還有比較容易結晶，對不對？是果汁恐人啊，果汁跟玉荷包是每有多少？荔枝又分2種啦，一種咧，你玉荷包吼，其實係清甜，同時蜂蜜也是一樣會清甜哦。對。佢嚟講，特別係黑葉荔枝吼，其實會比較酸性一點。哦。厲害個玉荷包怎麼很酸性？古時候也係玉荷包的。現在就是厲害玉荷包，因為玉荷包好價吼，東東年你嫁接玉荷包吼，80%-90%你要放玉荷包咧。哇，古時候也係荔枝蜜哦，唔過除咗荔枝蜜以外，還有一種很多咸豐草蜜，就係夏公夾。跟夏公夾大家就其實蘆筍全部就有啊，像夏公夾呀，按用嘅普通夾嘅蜜烯會有用嘅蜜頭。夏公夾吼，其實是有一招來別名啊，黃金蜜，因為佢夏公夾吼，夏公夾佢係色為暗黃黃，全黃金的顏色。哦，原來係呢。你看個夏公夾其實是有10度1/3的白千層。哦，有螺豆，冇眼光，所以它有一點點像是百花蜜的感覺。對。韓國因為佢嘅夏公夾採出來嘅花蜜，佢嘅色會較黃，古時候有很多黃金蜜哦。是你也可以，你咱嘅收嘅吼，其實會黃黃，5月到6月你收嘅。對，我知道像暗用嘅這個夏公夾嘅葡萄哦，佢嘅蜜烯會比較多不同種的味道加落來，唔會像是龍眼啊，或者是荔枝有暗青醋嘅蜜頭，唔過佢加一種種無窮用芬芳的香味哦。當地片可以休息一下，等下還有其他嘅產品愛同大家來紹介。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醫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學新竹竹北嘅玉碰糖帶來當到無共用嘅碰糖哦。今日阿權妹嘅認識嚟呀，牛眼碰糖、荔枝碰糖，還個有夏公夾碰糖，3種口味全部都無共用。唔過今日貼片還有另外一種花嘅碰糖，係阿權妹我印象當中嘅特別忙實食過嘅，佢按到白千層。今日全部只係同大家講呀，白千層佢家發按到日本上市係嘛？錯。哦，一暗用嘅白千層呀，就用會想到講愛去採暗用嘅花嘅碰糖花咩咯？哦，我嘅竹北啊，佢呢天孫啊，專門做風味啊，中東度啊。哦，做風味嘅。哦，原來係暗嘅。開發碰味採上來，你的碰糖梅頭啊，從呢番薯梅。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那種蘆筍。還有一些些的，真係有一些的像係番薯嘅味頭，番薯嘅味道，它有點酸條味啊嚇。酸條，唔過食到唔係酸條味，皮多味啦，皮多一些哈，係皮多一些是咪啦？好特別哦，暗用嘅蜜烯嘅碰糖，比如講，那種人會好食暗用嘅碰糖，佢會其他的會用嘅來用。哦，因為佢唔是食過啊，食到了梅頭按泡起，都係講係啊，對身體唔係啦嘛。
好特别哦！也係一種阿佢們盲色完全盲色色個嘅安陽嘅米式嘅盆塘，按到日本上時數嘅盆塘，韓國叫當到種冇強用植物嘅米式感覺羅做強下，對不對？你把俺拿來呀，咸豐草是就食到1/3嚟個。日本相似哦，嗰首家下食到嘅下紅夾嘅飯咩，同樣這個日本相似素嘅飯咩，全部都是有一點點像是花蜜，很多種植物的綜合體，安陽嘅盆塘都抄嘅。兩種啊，就是我哋百花蜜啊，都叫做百花蜜，也可以叫百花蜜啊。因為它是熟悉當到種冇用嘅盆塘嘅。哦，唔過像阿權冇牙樹紅嘅呀，這個就是。還有人是會流出來，因為看到東盆塘都蛋糕，這個是蜂巢，對不對？蜂巢蜜哈，蜂巢蜜，碰薑啦，蜂巢裡面放蜜，碰薑哦，學起來了，到碰薑，碰薑湯，碰薑湯，碰薑湯，屬於違章建築，違章建築，讓腦海一時間。那個花蜜會有爆漿的感覺，對，好好吃哦。它是純的蜂蜜。你說香港提出這個蜂巢，它就是蜂蠟，對不對？有蜂蠟。那這個蜂巢我要把它周圍一斤抽，抽到毛蜜絲。其實個蜂巢嘅個蜂蠟是配出來哈，配出來。普通啲蜂巢像嗰種空嘅蜂巢哈，嗰是有個化妝品公司哈，佢是收去做個胭脂孔嘅顏料，做染劑嘅個顏料，就得拿來做口紅嘅底，因為愛像阿佢們愛動家用那個護唇膏或者是護手霜，啲蛋糕就會有看到它的成分會寫這個有碰薑，碰蠟，對，就會在上面。對，不是呀，你剛剛說大哥，你剛剛講呀，係違章建築，乜個意思啊？嗰其實普通嗰啲係講嗰真實俾做先，嗰邊當隻樹強嘅會有潮香嘛？帶3條染線嘅嗬，啊模隻模型嘅嗰你來做好嘅嗰泡泡嘅染到嗰電機給它熱，那鐵線會跑到個蜂蠟地度哈。那伊就那些溝通，其他那些30分遠是不是？其實好沒正式的建築。就總唔得拿來交通就錯嘅啦。佢係去大五樓嗰些順條做嘅，冇係個碰上軌燈吼做嘅，沒有經過我們的許可做的，所以叫違章建築。所以違章建築按理就都得拿來做，像是化妝品的部分。嘿，假使講有盆嘅落盆塘落去，就會變做拿來做蜂巢蜜，對不對？叫有盆塘做係蜂巢蜜咧。古時候除咗呀，這個蜂巢以外啊，其實沒有傳統泰家啲嘅小朋友泰體嘅都會有個像是蜂王奶，還有花粉，也有其他的產品，泰國也都全部都有。對，基本上很特別帶嘅這個蜂王乳，蜂王它的家，對不對？我來同大家來紹介下蜂王身嚟帶到那一片。一是蜂王奶啦，哈，其實。菜碰王那個素菜，嗰啲跳咧蔥落去吼，比如個魔王個片吼，嚟割夾開來吼，肉王上來是5幾件，魔王上來3幾件，夾開來，夾開來個跳個蛇尾蔥落咧甲王台吼，甲王台塑膠做嘅吼，跳個蛇尾蔥落去，比如個魔王個片，佢是提夾條2日吼，提3日佢是袂個咧，是袂。差不多提4日叫佢封睇啦，嗬，啊，提3日咧，哦，提3日就滾水包先，嗰啲就叫佢碰蠟，嗬，碰蠟來割睇，全都要碰蠟，嗬，來按蜂蠟攞佢割睇，割睇地都是袂有個，底部就有蜂王的幼蟲，還有蜂王卵到底度，哇，古時候像按用嘅蜂王卵，你一絲絲的按呢，一滴的葉，葉做按呢幾根，哇，所以個蜂王卵其實割睇啊要一扎出個蜂王夾出來，就發，嗬，佢會跳蔥嘅時跳個細細妹嘅。比跳那麼話太點嘅個蔥哦，所以用錢多供，所以蜂王卵是好貴，供多啊，一般那些少，佢發塊少一些，佢是做一點點啊，
发外面发快动多一些，去是大包。哦，下包一些去泡甜，哦，大少一些去泡辣。哇，係故說其實像按用按辛苦嘅投入啊，真件大家設計去看像捧嘅係用嘅來生發啦，捧同係用嘅來做嘅啊，也捧王咧係用嘅來採集啊，也就其實阿權妹全部都當上而家是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佢也就想設計去到農場地度，想來參觀，其實係做得幾匆忙，因為現在是觀光農場的樣子嘛，對不對？我就是特別15年前個當到假捧桶吼，我就是從了前30年咪有個假個食安問題吼，有假米吼，所以我就是想成立了這種碰位個生態解說員，對，蜜蜂生態解說員哈，還是可以促銷我們的產品啊。就增加個消費者吼，佢個應該講增加佢也就對捧桶嘅了解，了解以後佢就會知道哦，買真件嘅捧桶也係當重要嘅一件事情。故所假使講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想去設計去到準備去到去捧場來參觀，我用嚟來預約啊。哦，我就打電話幫我哋吼，講我哋什麼叫幾時來，我哋是個準備吼，是做咧個本叫做一個預約解說、生態解說。有固聽講要幾多少人當做得冇？人數限制？人數限制是個啦，是碰了好多年的哈，我就是一個好個，因為講就賣也，我就冇規定講幾多少，如果他有很喜歡來，我們都會接受，都會接受。故所其實去到現場，咪做得設計買按多種，冇共用嘅產品全部現場都有好賣做錯嘅。係，現場，而且有個板橋嘅個我哋社區大學咪是坐兩台個中型巴士嗰個參觀啊。還有我哋個順條個豐田國小啊，有夾擺來做個學生來個蜜蜂生態解說。係，故所唔單止係去聊聊啊，也係講去買捧桶啊，也係講去了解講一下呀捧嘅生態啊，全部分享大家有限嘅時間去到準備去請你旁太哥韓國你全妹子來聊同佢哋大家一下了解呀捧嘅生態哦。故所今日謝謝龐班長，謝謝全妹子來到節目當中。什麼兩位？什麼主持人？謝謝。還有咧是澎湖吼，山西佢佢咪跳風哦，澎湖咪跳風長年咯。哦，哇！故所真件有限嘅時間。蜜蜂生態解說我咪講澎湖入面跳風哦。好，故所好有限嘅時間，真件我去請龐太哥佢喺度聊。什麼兩位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會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下來聽通一下。